立法院通过囤房税2.0制度，而且将干那一间厝，佫是家己住的税率对1.2%降到1%。不过台北市目前家己有推动税率优惠，实际税率是0.6%，那是为着要配合全国统一。台北市的单一家己住房屋税，颠倒是爱提悬到1%。台北市府建议要分4档来调整税率，不过嘛强调爱阁经过讨论。唯独是居住证期囤房税2.0，伫今年7月14，将全国单一自住税率为1.2%降到1%。即满台北市府为配合调整台北市全国单一自住房屋税税基这项政策，延期分4年，慢慢恢复税基。不过，这项佫按照法定优惠税率1%来扣房屋税。当时呢，的确没有法律明文规定，已经做了税基折减的这样子的政策。中央修法之后，已经补足这个没有法律规定的这个不足哈。全国单一自住的税率呢是1%，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执行。财政局表示，市府103年配合行政院财政健全方案调整房屋标准单级，佮加上台北市厝价比其他县市较悬。对于单一自住甲有3户的纳税人，会扩大无共款纳税量能，所适用降低税率并不公平，所以才为106年开始，将全国单一自住房屋税税基节减16%，相当是实际税率1%。109年，佮提悬节减比率是50%，相当实际税率是0.6%。只是未来台北市若参考采用全国共款的标准，未来税率会调悬0.4个百分点，引起外界质疑，会成做全台唯一的加税受灾户。柯前市长的任内呢，因为为了要拉大自住屋主跟非自住的税率，所以才会用折减的方式。这一次呢，如果调回来1.0%的话，那等于说，单一自住的这个屋主，他的调幅啊，他的税率会涨超过50%以上。持续跟中央沟通，我也请财政局努力的争取，将修法之后对于市民朋友自住的人冲击跟影响降到最低。财政局表示，因为牵涉21.2万户市民的权益，经过综合考虑了后，建议分4年，慢慢恢复税基。有个原本有单一自住税基节减的纳税人，每年每户平均差不多增加房屋税额395块。不过，有关需要台北市不动产评价委员会决议公告了后来实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